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20，诗篇第6篇第4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活倒转来救我的性命，求你因为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用慈爱拯救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受丰盛的疼，阁是无爱阮受苦的上帝。你是阿耳空听阮恳求的声的天父，因为你有无限的疼，也是永无改变的疼。所以，阮要因为你的疼，来得到拯救甲活命。为着安尼，阮要感谢俄罗你无煞。主啊，当阮行袂实的时，阮得罪了你，直到你暗面无看见，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亏欠，互阮知影活倒转归向伫你，也求你因为你的慈爱，赦免无看阮的歹，求你活倒转来救阮的性命，互阮伫你的疼来得到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来到伊的面前，求伊赦免咱的辜负亏欠，也求主因为伊的慈爱，无看咱的歹，活倒转来救咱的性命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